像是标致的，是标致，没见过呀。207cc， 一女的也跟着。关键他们这车好像都是女的，好像是。我记得技术一般啊。肉，哎，我记得，哇，真是哎，他要进去，哎，好玩嘞！哇塞！我操！他出来了！那也出来了吧？好玩这车，这有点意思。那他也出不来啊！肯定能翻出来！哇塞！要真的！哎，这女的太酷了！这女的太酷了